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2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我们先看一看关于胡适的一些消息。首先是南都湾财社，他报道说，证监会2024年罚没款超150亿，这个可以说是大丰收。2024年你要说大家都没赚钱，这是不对的，尤其是胡适啊，那还是很多人赚了钱的。3月21日，证监会发布了2024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公告，显示证监会坚持执法斩牙待刺，持续净化市场环境，同时践行金融为民理念，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有力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据悉，证监会2024年办理各类案件739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592项，罚没款金额153.42亿元。这个钱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不知道多还是少。153亿是2023年的2.4倍，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这就是翻着倍的涨。谁说胡适不赚钱呢？你看看胡适的钱去了哪里？国家队要赚钱，社保基金要赚钱，还有大大小小的后面的神仙要赚钱，消息灵通的要赚钱，大股东割韭菜的要赚钱。但是我们的这个市场它又缺乏内在的造血能力，也就是咱们常说这个是零和博弈，是个负的。那最终这个钱谁出呢？那些金融消费者是不是最后的买单的人？我们再看看这个罚款里面有些什么钱？内幕交易。这个券商中国报道说，投行大佬涉嫌内幕交易，倒亏533万元。大约半年前，证监会公布了一则涉及内幕交易的罚单，如今有最新进展。作为新兴科技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消息知情人，光大证券时任投行员工赵某军提前买入新兴科技1141万元。你看看，他实际上就是个操盘手，这个重大资产重组他是经手人，那他当然知道了，所以他提前埋进去1141万，但最终亏损532.58万元。证监会依法对赵某军处以共计460万元罚款，同时对其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时隔半年多，北京金融法院有了最新消息，法院将定于今年5月26日依法公开庭审理赵某军与证监会处罚类一案。这个赵某军当然对证监会的处罚不服，所以他就上诉到法院。公开信息显示，赵某军有着多年投行经验，涉案期间曾担任光大证券投资银行总部总经理，是一位资深的投行大佬。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处罚的过程中，赵某军也曾提出4点申辩理由：一是暗涉内幕信息，形成10点认定错误；二是其不知悉暗涉内幕信息；三是其买入新兴科技是基于朋友推荐和个人研究，且暗涉交易行为不具有异常性；四是量罚过重，其存在积极配合调查等情形。但申辩意见全部被驳回。证监会对此表示，新兴科技内幕信息形成时间不晚于2020年2月22日，公开于2020年3月15日。赵某军属于内幕信息知情人。这些东西狗咬狗，这个咱就不细究了。我只是想提醒一下金融消费者，就你天天在网上看那些内幕消息，小作文满天飞，那都是些什么东西？人家这儿是一手信息，这是什么叫真正的一手信息，对吧？你一家上市公司，你想资产重组，就得有投行来操刀，帮你出方案，怎么样增发，募集多少钱，增发价，找谁来买，给6个不特定的对象去增发，这一套都是券商来做。作为券商投行部的老总，那是第一个知道。一般的上市公司董事长都是找这个投行的老总先私下谈，让他先拿个初步方案。某种程度上，这个投行部的老总比董事长恐怕还是算是第一个知道，因为这方案是他拿。就这样也不能保证赚钱。这哥们儿投入1141万，最终亏了532万。所以金融消费者那些赌徒，你在哪儿听到那些什么小道消息，靠谱吗？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安徽监管局也出了一个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的是一名叫张鑫的券商的保荐人，也就是类似于刚才投行部老总，跟刚才的光大证券基本上是一模一样。这媒体报道说，原保荐人张亮转行做乙方独董，内幕交易亏损1.28万，
被罚款250万，又是个内幕交易，这个亏的少一点，只亏了1.28万。实际上这个人叫张鑫，安徽证监局一则处罚决定书和 ST 天瑞的公告，揭示了原东方证券保荐人张鑫的保荐人人生。这个张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0年起，先后担任上海煤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会计、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行6部执行总经理、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总经理、联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现任上海文盛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部副总经理，兼任沪市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5月13日起任天瑞仪器独立董事。天瑞仪器就是300165。10月26日发布公告称，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收到独立董事张鑫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安徽证监局处罚决定书显示，张鑫在担任独立董事期间推荐安徽天瑞重组标的，然后自己找人买股票，交易额达571万，但最后还是亏了1.28万，然后被罚款250万。这个250万的罚款恐怕是为了羞辱他，就这个250，什么意思？这个张鑫他明显是券商的，一直在券商工作，后来从券商辞职以后，他就担任了天瑞仪器的独立董事，然后他就给天瑞仪器保媒拉纤，推荐一个重组标的。这个天瑞仪器董事长一看靠谱，咱就把它收购了，重组。独立董事倒是可以做这个事，推荐为了公司发展，但是他千不该万不该，自己提前先去买了571万的股票，等到重组消息一公布，这股价就拉升，他不就发达了吗？你看这就叫内幕消息。没有内幕消息可以制造内幕消息，这个也是金融消费者万洋兴叹，结局可想而知，证监会罚了他250万。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市场？你看券商、保荐人、投行部的总经理、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都在割韭菜，只有韭菜自己不知道，只有韭菜一腔热血，做梦还想着牛市。要说这些金融消费者应该才是真正的这个勇士，面对这个鲜血淋淋的镰刀，一把一把寒光闪闪的镰刀，毫无畏惧，对吧？直接冲进去。关于胡适，这个咱们不再多说了，我们看看这个证券专家刘继鹏，他又有什么建议？大家看视频。当然，我想这个资本市场从融资型向投资型，或者说是融资和投资并入的市场转型。长期以来，这个市场从它的诞生就是为国企多分融资圈钱。在证监会的研讨会上，我跟中金公司的老总就一场说的，他说他的上帝就是上市公司，你说他说的对不对？我当时就讲，我说你肖主席，你听听，没有一个人把我们的真正出钱担风险的人当成上司，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至少在理论上，你要谈到投资者是至上，你要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啊。所以我们这5倍股价才出现了这几十年以来种种的偏向融资包括企业大股东的坚持。就很典型，现在越来越像融资方。我最近在写一个文章，关于第2类现金股票。这世界上没有，只有中国有这类股票。现在我买创业板全都在搞，90%的企业都在搞，有的还已经搞了2次、3次。它就是采用定向增发和回购的方式，以5折的优惠向这个市场上倾销，没有人发现。这是很悲哀的事情。你说人家30块，你15块就能买，虽说每次买个300-500万股，但是你这一年可以买2次，回购的公司 IPO 高溢价的资金，公司半价批给高管，这样增发，他连这个钱都不掏，直接就给高管发一笔300-500万，大家知道这个事吗？发的价格就是市价的5折，这些现象都是典型的融资型市场，说是为高科技企业服务。可是你服务，你为什么不能用期权呢？没有人用，都是用第2类型，所以这就产生了
良莠不变、真假难分的现象。所以我们的市场起不来，一起来说又压下去。我们的减持，我们的平均收入53%啊！你们的股票3、5毛钱一股，经过3D 放大评估，卖成了30-50块钱。现在收入核心人物是12个月就开始坦率讲，限售股和非限售股被大家市场的一致，应该说胡金主席领导的证监会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啊，在分红上，在限售股、非限股都在限，但是现在立刻就变成，他们都现在改成7月底是减持了，从9月份以后300多份协议报告，就这个还不要谁批了，大股东你要减持你也得经过批准，现在不要批了，我就发个公告，我把它卖给一个机构了，8折，6个月以后就能像散户一样流通。所以我们说，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下大气力，把这些独特的中国和国际规范不太一致，应该把它消化。因此，这都是典型的要从融资向投资转型要解决的问题。量化交易我们把高频量化解决了，但是呢，259次没秒钟。人家说这是高科技手段，你凭什么要去呢？这里面有个公平问题和今天市场要抓的重点。能不能4千点以后我们再量化？再加上 DMC 的数量，似乎量化交易更近期因为它过往之后没少涨所以你看这市场基本上就是涨几天就跌，涨几天就跌，这些基本上就是这不是人操作的，这是模型，这是机器，这是高频299次的量化交易操作。我们今天的监管制度改革也很，我也提到，我们有2个义务一个是我们上市公司都是股大，第二个就是证监会跟交易所关系。前2天一个好消息，把中证金就是做这个转融通的这家公司，成立了10几年，从75亿到1600亿，现在划到汇进去。其实这也是中央的一个部署，就是金融资本要不要中央统一监管，特别是发布交易，3个证券5个期货，这些都是证监会自己内部在反映，这些股权架构能不能分离出来，分到财中去。中央财政部28个金融控股公司能不能再增加一个中央交易所控股公司，把中央的股权划到那儿去？证监会就好监管交易所，像这些第2类限制股票，基本都是收足了。很多的政策规定和证监会，但它毕竟是一家人，证监会是紧急转脸到交易所当理事长。我想我们如何实现这样的一个转型，还需要监管部分的改革。毕竟咱们一直说制度不完善，牛市基础不牢，也走不出牛市。不管把它炒到多少点，最终是要金融消费者来买单。这些金融消费者虽然一个个的都是赌徒，但毕竟都是有家有口，拖儿带女，很多人都干失业，被忽悠的一头扎进胡适。说起来也确实很悲惨，他们执迷不悟，面对天天劝他戒赌的人，他们并不是心怀感激，反而觉得你是耽误他赚钱，你在害他。胡适稍微反弹一下，他就说你踏空了，马上那个嘴脸就暴露无遗。胡适这样往下一跌，马上默不作声，躲在那个小房间里面，暗自懊悔，把气撒在身边最亲的人身上，给家庭成员、给老婆孩子没好脸色看，都是这种，这说白了就是一些赌徒，很可怜。但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然后我们再看，又有一家上市公司主动退市，这个是值得，虽然他退市了不光彩，但是值得称赞。财联社3月21日电说，玉龙股份就是601028公告，公司经营状况不佳，现金流持续恶化，公司经营面临重大不确定性，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经公司控股股东叫技高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提议，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拟以股东大会决议方式主动撤回 A 股股票在上交所的上市交易，并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退市板块继续交易。公司股票3月24日开市其复牌。主动退市这一复牌，恐怕也得遭几个跌停，到底是几个这不太清楚。总之，这里面的散户自求多福，这里面的赌徒。玉龙股份我记得以前好像也是什么牛股，什么概念这一下
散户啊，基本上全被埋。但是作为一家公众公司，不会因为他退市了，他的身份就会改变，他就不是公众公司了，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股票，他的股份没有办法在这个沪市自由流转、自由交易，股份还是你的，你有1万股，那1万股还是你的，只是你到3板交易，那是个，就像很多网友说的，吃饭这是大桌，大人坐的一桌，你那个是小孩那一桌，就这意思。本来在这大人这一桌吃饭，你现在混到那个小孩那一桌吃饭去了，那饭还是有的吃的，没有流动性，也没人买，没人卖，或者买卖非常少，主动退市，这是好事，应该提倡。也就是沪市这是几百上千家上市公司，你最好自己要识趣一点，自己主动退出，挺好的。不要为了上市的这主体地位，保住上市地位，玩命的造假、讲故事、炒概念，坑了一批又一批的小散户。上市30年的那个叫东方集团，它不就是这个情况吗？所以我觉得这是好事，这个也提倡。你上市公司不行，那赶紧老老实实自己退市。接下来咱们还是继续吃这个爱国大卫加德老师偷税漏税这个瓜，这个事情的走向又被我说对了啊！这个网上热闹了啊！我记得司马南这个事情一被公开全国宣传之后，司马南自己不是做了一个辩解吗？通过朋友之口说，他也发了朋友圈，税务部门认定他是故意偷逃税款，这已经给他定了性了，是他偷逃税款，是蓄意，不是什么技术性操作啊，技术性失误，也不是对这个国家的这个税法理解有偏差，他纯粹就是蓄意要逃税，这是从官方的发的新闻可以看出来。但是即便这样，司马南老师还是为自己进行了辩解啊，把这个责任、把这个锅甩到了 MSN 机构身上，并且差不多是属于公开实名举报。这个我在我节目分析过，他这一招很厉害，不仅把锅甩给了他的 MSN 机构，还相当于实名举报。这个 MSN 机构有问题，然后这个 MSN 机构下面那些专家、那些正能量、爱国大 V， 那可是群星璀璨啊，各路专家都有，都涉嫌逃税。结果果不其然 ，MSN 机构已经坐不住了，马上跳出来把自己摘干净。这个网上传言，这我不敢肯定，大家自己去看。说王晓东他在自己做的视频里面，他说他接到了司马南的前老板12届全国青联委员饶景的2通电话，也就是说啊，饶景给王晓东打了2个电话。这是王晓东在他自己的视频里面说的。他说第一个电话中，饶景辩解说不是他不给司马南代缴税，而是司马南把全部款项全部拿走，因数额巨大，他无力承担这部分税负。2024年11月，税务部门已经到其公司查账，也就是到了这家 MSN 机构已经去查账了。这个也验证了咱们的判断，说他公司没问题，又称司马南和他的合作早已结束，但是没有说具体什么时候结束，他只是说早已结束。这早已到底是2024年11月，还是2024年10月，还是2023年，还是2025年4月、2月？他没说，这反正是早已，比较模糊的时间概念。然后说第二个电话中，饶景让王晓东把2人之间的对话内容在网络公开。你看看，互相摇起来了。司马南甩锅给这个 MSN 机构，说他本来应该替我代扣代缴，他没有代扣代缴。然后这个司马南老师的前老板一看坐不住了，这棺材板都翘起来了，立马出来辩解，可没有，那钱他全部拿走了。反正你想想，无论他俩人谁说的对，谁说的错，都是啥咬啥，一嘴毛。正能量界已经不那么和谐了，正能量界也就是这样让人笑话。我希望司马南老师要勇往直前，得好好的炸一下，对吧？虽然是粪坑，那也得舍身炸粪坑，把里面这些弯弯绕绕、这些密文、很多肮脏的事情给他公之于众。这就是周桌子。司马南老师有这个潜力，他就是这么干过的，他就是这么过来的。他以前吃的是气功的这碗饭嘛，这很多人不知道，我也得普及一下历史。司马南老师以前是练气功的，还搞培训班，收徒。奈何啊，他那时候在气功这条路上卷不过别人，别人咖位比他大，名气比他大，流量比他大。虽然他特别努力，油锤灌顶，胸口碎大石，懒子掉砖块，也就是说很拼。这我的意思，这个不一定是对的，但是至少说明他很卷，非常拼。但是奈何啊，这个对手更卷，比他更拼，所以他在气功这条路上好像收获不大，前景也比较暗淡，所以一怒之下把桌子给周了。我吃不好，大家都别吃，所以他就走上了反气功、反伪科学这条路。那现在你说爱国这碗饭，司马南老师吃不了了，司马南老师吃到头了，
再吃就吃牢饭了，对吧？差点吃上牢饭了。你念及他是首犯，把钱补上了，就不用吃牢饭。你说这爱国这碗饭差点吃出事了。按照司马南老师的这个秉性，按照他这个性格，他这火爆脾气，他吃不了了，你们还能吃得好吗？那必须得周桌子得干。所以我看好司马南老师得继续发声，通过朋友之口多写一些回忆文章，把那些正能量，那些所谓的爱国人士他们如何策划，如何分工啊，多揭露，作为污点真人，或者作为叫什么，这也是反思的一部分。接下来就该这个 MSN 机构以及这个 MSN 机构关联的这些机构，因为它不是一个公司，旗下的这些爱国正能量各行各业的专家应该出来走两步。你如果不走两步，你不自证清白，加头老师已经把你们举报了。加头老师就是想说明你这家 MSN 机构下面的这些正能量都有可能像加头老师一样被蒙在鼓里，已经偷税漏税了，但是还被蒙在鼓里。那你这些人就得出来解释，我没有蒙在鼓里，我都交了，得出来说两句，得出来站队，得出来自证清白。因为是司马南老师举报的，他5000万粉丝，现在还有很多粉丝在为司马南老师辩护，真是没想到正能量界因为税收的事情而崩盘了。好，第一个出来撇清关系的，自证清白的，不负众望，就是我们的胡一静老师。胡一静老师一看这不行了，这火马上就要烧到自己身上了。但是司马南老师落难之后，胡一静老师是第一个写了一篇评论啊，似乎是处处都在批评司马南，但是似乎又没提司马南，最后似乎啥也没说，最后发了这么一个评论。后来又有很多正义的网友劝这个胡一静老师赶紧自首，主动交代问题。这胡一静老师一怒之下把这篇评论给删掉了。我记得我给大家介绍过，也就是说他的微博里面已经没有了关于司马南偷税漏税这个评论。但是他今天又跳出来恶狠狠的语气，跟上一次不一样了。上一次那种就是和稀泥的评论删掉了，现在来了一篇更狠的。你看他这么说的：出来混迟早要还，我们每个纳税人都应该牢记这一点。名人偷税，这不就是给自己挖坑吗？省出来的钱都是未来买自己的土。你看旗帜鲜明了，他已经跟第一次评论完全不一样了，矛头直指，对吧？司马南的灵魂深处。如果说上一篇评论被删掉的那篇评论，胡一静老师善有一丝司马南老师那种叫什么，也不能说惜英雄，应该叫惺惺相惜，对吧？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还有那么一点点对老朋友的那种，也既担心老朋友吃苦，又担心老朋友开路虎，有那么一点矛盾心态在里面啊。这一篇评论立马上纲上线，火药味非常浓，没有了那么温情脉脉的那种面纱，直接说你偷的税就是买你的土，很惨很厉害。司马南老师买自己的土是500多万，这相当于这500多万，对吧？司马南老师买的那已经差不多能够万丈深渊。500万的土，胡一静老师说投机在我们社会内部带尖锐对立的节奏，动辄批判某个机构和人，要不得。他说每一个有影响力的网上发言者同样要牢记这一点，也就是不要对个人上纲上线，不要把矛头对准个人。当然这样的攻击性虽一时为自己博取了流量，但那样的繁华都是虚幻的，有毒的。刚才是指司马南老师为自己攒了很多埋的土，那这一句话就直接就点名司马南老师，你在网上带头搞对立，你攻击性看上去很厉害，但是要不得，你攒下的流量都是有毒的，都是虚幻的。那言下之意就是你安心的走吧，让我们都保持这样的敬畏和善意。胡一静老师似乎是性情大变，为什么？是不是也得到了某些 MSN 机构的这个指示？也就是你首先你得自证清白，你得发个誓，赌咒发誓嘛，说你没有干。这个时候你要不说话，那就说明你有鬼。所以说胡一静老师立马又写一篇评论，而且通过这个踩司马南来证明自己没问题。虽然这个 MSN 机构也没问题，我也没问题，就这意思啊。我想接下来很多正能量恐怕都是或多或少或者是变相的以什么方式啊来自证清白，来赌咒发誓，来稳住自己的基本盘，希望能看到能量界的大地震。正能量界确实也需要重构，需要洗牌，需要一些新的面孔。正能量界希望能踏着司马南老师的健硕的身躯前进。也请司马南老师放心大胆的举报，将功补过再立新功。你看司马南老师威力还是很大的，只是通过朋友寥寥几笔就已经把幕后的老板炸得坐不住了，立马还出来辟谣。所以我说这个司马南老师很厉害，他的威力不可小觑，希望司马南老师要再接再厉。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